你係乜嘅用嘅一個團體啊，係講乜嘅用嘅一個組合？阿像劉太過嚟講下好冇？咁啊，高本山農講以個為本，以山做農。以個為本，以山做農，所以按照高本山農。咁啊，呢度嘅組合啊，有3種。3種組合喎。3種嘅人。第一種啊，就基本上係農民嘛，生產者。啊，生產者先種咗我呢度嘅生產者，總係對啲啊環境咧較優先嘅。啊，對啲生態較有觀念嘅。係。咁啊，對啲土地較有利嘅耕作方式，都係先嘅好嘅人才。啊，你係自家上愛來加入，也講人要貼片去講來大家顧也係去講個但理念係咪要強化？當然啦，符合嘅好嘅理念嘅，加入我哋嚇，我打做下當扮演嗬。啊，第二種就講，你啊要一部分係後生人加入，因為呢班農業化後生人真少。係。啊，我哋招識唔到後生人加入，主要係做啲對啲銷售嘅平台。係。啊，讓建議發揮啲替農民來買水果嚟用嘅。後生人嘅腦筋可能通到較佳，韓國呢也要較新嘅想法，要較新冇相關嘅啲創意。啊，過來就講，你做農嘅農民啊，愛銷售嘅話，冇時間，冇你好時間。正經咧，頭先講到你按多工，也寫按多，實在冇時間過去做呢部分。所以講呢種考慮到後生人來加入。咁第3種嘅話係紫菜行。係，我三合一嘅紫菜行，佢係一種平常時啦，農事方面有乜嘅問題，實在係講呢，店面啊來共同嚟研究。佢呢度嘅專業嘅人才真多，啊，將你對土壤嘅啦，嚇，對啲病蟲害啦，啊，對啲從啲授粉，台灣授粉體概念。啊，係日本小圈嚟嘅啊，都做得到。紫菜行嘅部分是喺去那個日本特別去學那個授粉。講到啲授粉係咪個特別同以後聽朋友講下啲授粉上起來係用船去做，也係講有呢度特別嘅素材。一般人家加入而家自發授粉能力要較低，啊，要較低就係用人工來授粉。那用人工來授粉嘅話係用不同嘅品種嚟做授粉，啊授粉出來呢，佢嘅果莖會較正，啊佢果莖會較軟。授粉嘅果莖會較正，會較軟。那個冇授粉嘅呢個果子來講咧，佢可能較受到天氣嘅變化嚇，會較冇按正快。哦，係。啊，那用授粉咧會感覺較軟慢。咁過來講，佢嘅甜度嚇又會較好。係，咁過來講，賣相嘛較正，你係就講你係授粉，你係3階拖啲一幾階拖啲3合一嘅話，你係農藥下佢呢度冇賣農藥，仲係用有機食材，你用嘅嚇就對啲環境是當好嘅一種食材，唔會影響到人家生態問題。所以講到來參加呢個講高本山農呢個組合嘅農民啦，也係講紫菜嘅部分咯。啲最後都希望講是得做到對呢個土地係優先嘅嗬。你講種出來嘅果子，你吃落去咪抗甜啊嗬？你按多工哦，嘅韓國風險按過嘅就太離正經嗬。種出來冇按見，但韓國愛係對土地優先，對大家身體有冇傷害，又係將好食嘅果子。